中国武汉肺炎较打也未收煞，民众较无想要出国，一寡餐厅加减拢有影响到生意。像讲家人有一个真大心的厝主，听讲这阵啊餐厅的厝卡2月业绩落5成，主动讲1个月无要收伊的厝税。餐厅负责人特别伫人面册铺文讲感谢，学到厝主慷慨佮大方，网友嘛讲伊真好运，拄到这个好心型的厝主。 伫咧面册顶写着感谢我的厝头家免厝租1个月，原来是家人一间餐厅，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2月业绩减少5成，规个月拢是了钱的状况。厝头家打电话来关心餐厅的营业，餐厅的负责人真老实讲，状况是真无好，想袂到过几天就接到消息。过了2天之后，他就传讯息给我，跟我说他跟他先生讨论好要降我房租1个月免租。没想到房东会这么的 善良，而且那么的温暖，这样一直关心以外，还主动交房租。餐厅的头家表示，餐饮业受到疫情影响的唔那是伊，但是真罕的看到厝头家愿意斗3工。这个厝头家是伫咧7度开业的医生，主动提出要减收1个月厝租，互伊随铺文来感谢，讲厝头家实在是真慷慨、大方，佮有爱心，互伊感觉真温暖。这个房东真的很有良心，很不错。不要说你是房东或者地主，你就一昧是想要 对业者涨价。这篇感谢的铺文写来真侪网友回应，拢讲头家拄到好的厝主。即马社会有钱佮有德的人实在是伤少啊！嘛有网友笑笑讲，别人的厝头家总是袂互我失望。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，有爱心的厝头家来免收厝租，头家嘛送出感恩的套餐，大家要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